拜为祭拜。我是泰雅族人，来自宜兰。从小到大我都是在山上长大，所以其实对于母亲节啊，其实没有多大的庆祝活动，因为小时候生活是不一定。但是呢，我跟妈妈的感情很好，每次在学校啊，老师都会说，要做卡片啊，要写自己的心意的时候，每次其实都不会写。第一呢是懒惰，第二呢是因为我觉得跟妈妈之间我可以用讲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写。回家的时候呢，妈妈每天都很晚工作回来，我就会躲起来，吃完饭躲起来，然后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跟她讲说：“妈妈，我好爱你哦。”然后我妈很害羞是不是啊？然后她就会脸红，她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傻瓜。”她就是比较内敛、比较害羞的一个母亲，但是她对于小朋友的照顾啊，就真的是不遗余力。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母亲节，我觉得每一天我们都要给自己的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或者是呢随时关心她的身体状况好不好。我觉得对于亲子之间都有很好的互动跟感觉，这种东西都是自己一辈子的回忆。